再来新闻来看，坐火车坐出问题。昨下晡有一台要去驶去高雄车头的代替自强号列车，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安尼无顾无代无志，讲骂其他人客。列车长一个去问去了解时，互人骂这个人客讲无要追究啊。想要到这个姓王的查甫人走去便所内底去食薰，当场被发现，所以讲被解除运送客，也就是提早请伊落车，伫新主营站落车。警方表示讲，这食薰的代志呢，后续会函请到卫生局依法处理，加开单。代替火车顶乘客坐伫咧座位，所有一个查甫人情绪敢若无稳定，过甲人骂。列车长随过去调查伊的身份。他就跑去跟他对立的吵架，然后回去坐回位置，然后就继续面对大声讲话，然后还拍打玻璃，他一直捶那个他旁边的玻璃。一个，拍者，我到高雄车头哩，我落车。你有坐车没有？来。险狱内底，这个查甫人遭至黄昏时5点半，坐105车次自强号前往高雄车站的落，无代志伫咧骂，坐伫咧后壁讲电话的人，惊到其他乘客赶紧摕手机翕这个过程。喊过是查甫人互调查了后，人竟然无去。拿一根烟去高cấp？没有。来，先走一下车。走入去便所内底食薰，互抓到，当场互解除运送客约。铁路警察伫咧新主营站等等，带这位违规的查甫人出站。经查现场已未有辱骂情形，鉴于礼运安全优先，关于该名违反危害防治法部分，将会联系该班列车长提供相关资料后，函请高雄市卫生局裁罚。大众运输袂当食薰，若是犯法，相关扣罚一班。提醒民众爱乖乖遵守规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